11. 什么人袂食果子？无人爱食。12. 你讲无爱食饭，你爱食什么？我无爱食饭，我爱啉咖啡。13. 伊讲无钱，你买偌济钱互伊？我买20-30块互伊。伊有钱，我钱无买互伊。14. 什么人还袂来？刘先生还袂来。15. 你讲要啉茶，是无？是，我讲要啉茶。毋是，我讲要啉咖啡。16. 陈先生还袂来，是无？是，伊还袂来。17. 钱你买互伊，是无？是，我钱买互伊。毋是，我无买互伊，买互你。18. 伊讲要写字，你有铅笔无？有，我有铅笔。无，我无铅笔，我干那有圆珠笔。19. 伊去台北袂？伊去台北啊？伊还袂去台北。20. 伊来台中袂？伊来台中啊？还袂，伊还袂来台中。